今日算做客满啦吼。迄个咱你刚才台语文教基金会的台语沙龙讲座吼，对顶个月开始甲托派吼，这册店来合办吼，所以后摆拢基本上会伫遮啦吼，就是会使讲就是台湾的店啦吼，由少年人吼来甲即个吴博士做伙来经营安尼啦吼。今日咱真欢喜会当邀请到咱即个阿草吼，阿草即个媒体有出一本啦吼，可能大家真侪有看过啊，《公民行动指南》吼。最近真夯的议题当然就是即个战争甲国防民防这个相关的问题吼。其实阿草即本已经出卖少时间安尼吼，嘿有时咱可能会一寡新闻议题吼插起来，会搁较去注重即个问题。我想若是新闻的即个代志啦，应该就是讲台湾本来就是隔壁歹厝边吼，定咧甲咱乱嘛吼。咱本来无论是毋是有即个乌克兰甲即个罗西亚战争，不管有还是无，其实咱本来就应该对咱台湾本身的即个国防甲民防这个议题爱去关注才对。毋过可能咱即个除了咱在座几位小可较年长较资深的前辈以外，可能大部分人无法度去体会战争或者是空袭等等这个代志吼。我想阿草出这个公民行动指南真重要的部分，就是要甲咱讲，咱人民会当创啥吼？面对这个问题时阵，会当安怎去面对去应用吼？所以今日真欢喜会当请到萧中典吼，这个主编吼，这个册的主编来吼，这个少年兄吼，咱来邀请伊吼。你敢是有捌用台语演讲过？开一下吼，麦克。喂，之前有啦，毋过无应该无即届遮久。顶届4月几分钟的？差不多1点钟。不要紧啦吼，咱即个就是加练习吼，就会愈来愈认真啦吼。好，咱就麻烦即个中典吼来甲咱说明吼，是安怎要来出即个物件，编即个物件，搁有即个内容吼，大概是安怎？咱是毋是会当搁做啥物货？除了即本册以外吼。好，咱就来邀请中典吼来开始甲咱分享，感谢。这本册，咱今日有早一寡来对哇？是，咱今日有早阮即本《公民行动指南》来遮，伫后壁，若是有需要的吼，再甲后壁咱基金会同仁吼、阮仁吼，来即个即个册啦吼，毋过毋是送的啦吼。对，这一本250块。歹势，这成本嘛是爱啦吼。公司制作需要一寡成本。好，感谢安尼，靠中典来甲咱详细说明，感谢。谢谢。老师，我喙枵袂用摕落来。好。大家咧较自在。好。大家晚，大家好，我是阿草的即个公民行动指南的主编啦，我叫萧中典，叫我阿典就好啦，真欢喜大家今日看到真侪人来，迄嘛显示讲大家对这个议题是真正有关心啦其实伫较早进前就是讲乌克兰战争拄爆发的时阵，大家就开始对这个议题较有关心嘛，毋过是中的期间呢，大家都感觉讲，因为台湾人也是讲咱的社会有当时对议题的关心是一阵安尼啦中间佫一阵是较无，佫较缓落来安尼。最近因为2项较大的代志，第一就是左党市长伊讲要关30个要互大家做防卫来加强咱台湾人的防卫的能力甲信心。另外一件大代志就是。最近乌克兰伊反攻成功有足侪土地转来所以大家要开始关心即件代志。好，无因为这无迄落对好，咱就先为最近较夯的新闻来讲起啦我会讲较慢，因为可能无去遐尔认真，我会晓讲啦。
吼。好，安尼就是讲，因为真早啊，组长组长伊讲要捐30亿嘛，互大家对即个全民防卫，也是讲咱讲全民国防即个议题，搁中心，嘛毋是一定是中心，应该讲大家对即个议题开始关心，是安怎安尼讲呢？因为伫这进程，其实大家对全民防卫也是全民国防即件代志，应该是感觉较生分，较毋知影讲啊，这到底是伫讲啥物物件？其实即件代志伫台湾已经讲足久啊，伫差不多2005年时阵，咱有国防法通过，迄当阵就讲咱的国防合做全民国防。咁我安尼讲。大家应该一定也毋知讲啊，咱个全民国防一工教人去讲嘛，我毋知全民国防到底是啥物物件，吼。另外一件最重要就是讲，伊捐30亿出来，互大家关心。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台湾为啥物有需要做全民国防这件代志？咱面对啥物情景，咱爱用这个方法来面对咱所面对的威胁。所以。咱讲组长组长啊，多谢，谢谢。哦，咱讲组长组长，其实伊是对这个社会，安怎讲？伊算做贡献啦吼，互大家关心一个应该处世都爱关心的问题。就参像头我老师咧讲的，就是讲，其实台湾自以早就一直伫战争的威胁下骹，啊是讲以早因为足侪原因啦吼，可能。有诶媒体啦，甲咱讲烧成一定诶输啦，也是讲有诶媒体甲咱讲啊无啦，你咱莫烧成啊，咱和平啊吼。大家对这关心诶程度就较无遐尔啊悬，吼啊。其实咱活过头来看，咱讲若真正上好诶和平是爱靠啥？其实是你家己要有能力，你家己要有防卫诶信心，你家己要有防卫诶能力。咱为乌克兰的身上都已经看到这个例，就是讲，毋管你是大国小国，你只要你有防卫信心，而且你真正去做一寡代志，国际上的足侪朋友也会来甲你斗帮衬，互你国家有能力去保护你的，毋管是讲你的政治的制度也好啦，还是讲你国家的迄落文化也好，别个国家才会来甲你斗相帮安尼，好。啊，所以咱来看转来台湾的情形，是安怎台湾爱有啥物咱所谓的全民国防这件代志的？这是上最近的一件新闻，嘛毋是新闻，这旧闻啦吼，就是迄当阵佩洛西要来台湾，吼，啊中国就起步就讲，我要来甲恁拍，吼，要来甲恁军演，甲恁吓惊。所以呢，咱看到讲，伊即届的范围呢，应该是讲会当讲是。自1996年危机以来，算讲范围上大一届，嘛是上接近的一届。这张图甲咱讲啥物？甲咱讲啥物代志呢？就是讲，这就是因的可能的战争的一个手法，还是讲咱的战略会安尼去进行。比如讲，伊会想要去包围你的外海，吼，互你无法度受到别人的支援，吼，互你。啊，而且用飞弹可能去攻击你的民生的设施，吼，去攻击咱的重要的所在，互大家去惊吓。惊吓以后呢，伊无一定爱派兵，伊用惊吓的方式，可能有国内就足侪人就讲，无咱来投降好啊，咱莫阁拍。嘿，其实这就是因即马在用的手法，吼。啊，咱甲即款手法，啊，阁加上即马阁有所谓的假消息。这消息一天到晚伫咱的身躯边发生，这所有的手段，咱甲混合起来，这物件咱即马熟悉伊的方式，这也叫混合战。混合战，吼，啊，混合战的方式就是讲，伊无一定爱实际来甲伊拍只是伊所有的手法的一个部分尔。伊上重要的是其他的部分，互你的社会信心。瓦解，互你个规个社会乱糟糟哦，大家无信心吼，啊，规用政治的方式去要求你个政府爱投降，伊甲派兵来接受，伊就免拍嘛，伊嘛是共款有出动的武力，也毋过伊用上低的成本来完成伊想要完成的目的，所以这是台湾怎样面对是，
好，也毋过呢，不管是乌克兰战争发生以前，还是讲咱到较最近的即当阵啦，因为阮真昨仔有甲一寡外国记者见面，因拢足紧张的，拢来台湾就讲啊，你是毋是要烧战啊？吼，即马真势足紧张的，也毋过我看恁遮的人，哪会大家拢足轻松的，吼，食牙齿啊，吼，甲朋友食饭的食饭啊，大家敢对这无啥物感觉，还是讲无啥物反应啊？其实吼，咱这是差不多是去年10月做的民调啦，吼，迄当阵就讲差不多有60%的台湾人认为袂发生战争，是安怎呢？因为有去分析其中的原因，包括讲可能叫人吓惊甲已经袂惊，吼。嘛另外一个原因是，就是头拄所讲到的，因为长期以来有的媒体也是讲政治人物一直甲大部分的人影响。吼，咱莫讲洗脑，咱讲影响，吼。影响了后呢，感觉讲咱这个国家无能力，咱的国军无能力啦，吼。也毋过国军是爱加强啦，对好。就是讲影响讲咱家己的防卫是无能力的，咱嘛无决心要甲伊相战，要来保护咱家己的土地，所以大家就感觉讲拍袂赢，咱就不必要咱就毋免去关心即件代志啊，就当作讲毋要紧啊，我有关心无关心，其实拢嘛无差嘛。结果拢共款就是去互人统一，吼。毋过咱即摆莫讲统一，咱即摆爱讲中国若要来，就是来甲咱侵略，对。好，所以台湾人长期对战争的反应是较冷的，是较无感的，吼，还是下一个，好。毋过呢？是安怎？咱一定爱为即马就关心即件代志，因为乌克兰的战争毋但对国际，毋但对台湾人有足大的影响。对台湾人上大的影响就是讲，咱看到一个国家有决心，所以咱若有决心，咱可能嘛会做会到同款的代志，咱嘛会当保護咱的國家。也毋過，即個情形對中國嘛有影響，對因啥物影響呢？對因影響就是因會重新去評估，重新去思考，因要安怎甲台灣拍落來。這是阮長期有去訪問甲接觸的一個學者吼，伊叫馬世元馬曙元老師，伊是做迄個危機管理，甲有社區防務方面的一個專家。伊差不多頂個月吧，頂個月伫一個研討會頂頭，伊就講，伊講即擺其實伊用去做危機管理來看，即擺大家較驚嚇的一件代志，就是中國看到烏克蘭的例以後，伊改變伊的做法。以早大家攏感覺講，若飛彈來，第一個會拍倒位，可能拍總統府，可能會拍軍營。可能會拍軍港，也是講拍基地，吼。但毋過，因發現講飛彈去拍遮個所在，其實無一定有上大個效果。顛倒來看，就是講另外一個方式。因為羅西亞即馬在做嘅代志，就是逐工因若去人拍輸，伊就去用飛彈拍烏克蘭嘅，比如講伊病院啦，吼。一寡重要的民生設施，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互即個社會決心歸瓦解、歸無去。所以因伫煩惱一件代志，就是講中國有可能第一波的上大的攻擊，伊會針對的所在會是可能是咱的學校、是咱的病院、是咱的社區的中心，比如講大賣場遮個所在。目的就是講，互人佇內底的時陣，互台灣社會一解。受到上大的傷害，包括你的醫療的系統袂亂去，你的社會就崩解啊！對伊來講是上，顛倒是顛倒比拍軍事的設施，可能閣較有伊的效力存在。所以，因為即款的情景下骹，咱需要閣較多的思考是講，咱是安怎佇咱的國家可能頂應付戰爭的時陣。咱要安怎來自救？咱要安怎來互相的幫襯、互相幫忙，大家度過第一波
上困难的危机，咱继续家去面对后壁的挑战。所以呢，其实面对威胁的情形，毋是台湾这个国家有啊尔伫阮我原底是伫做记者伫阮做采访的过程当中，阮有发现讲，其实其他的国家伫足久以前就开始有所准备，尤其是伫2014年乌克兰迄个 Crimea 去互罗西亚占去以后，因附近的国家拢非常的紧张。这个国家包括多几个咧，比如讲瑞典，啊，搁有拉脱维亚，啊，搁有立陶宛，这几个国家因非常紧张，所以因就开始做准备。啊，因准备的范围啦，自咱即马看会到嘛，是台湾伫做的，包括国防基础的设施也好啦，还是讲国防顶头咱的军力的增强，这几个国家拢有伫做，包括征兵，即马台湾人嘛是常常伫讨论的，来做兵即件代志。啊，搁有另外一个最上重要就是讲，因颠倒来嘛是对因的公民的社会，甲大家讲，甲因的国民讲，恁爱有所准备，所以因这几个国家拢做一个物件，叫做民防手册，嘛就是阮乐草即摆伫做的一本册，好，谢谢。好，安尼，咱就为第一个国家来看，比如讲，这几个国家来做的手册到底讲啥物代志啊，伊要透过安怎的方式，互因的国民知影讲，我爱安怎保护家己，我阁会当安怎保护咱的国家。比如讲，像瑞典来讲呢，因的手册内底有两个我感觉较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就是讲，因为咱面对即摆战争嘛，假消息、假新闻即件代志是世界拢看会到的。啊，你着看今年乌克兰战争都发生的时阵，迄当阵就发生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罗西亚就世界放消息讲，迄泽连斯基已经落跑啊，结果后来证实无嘛。毋过伊的目的就是要去影响乌克兰的人的决心，甲因的意志。所以假消息即件代志的是现代战争一定会发生的。毋过咱回过头来看，就是讲，我毋知影大家知影，咱国防部嘛有出一本全民国防手册，今年4月出的。咱的家己的官方的手册内底是较无正式看，是无讲着讲安怎去防范假消息即件代志。毋过伫瑞典因的手册内底就有讲着一件代志，比如讲遮几项，是先甲因的国民讲，你若瑞典受到攻击的时阵，你会拄到啥物情形？比如讲，你的网络会过断去啦，你的基础的设施有去人渗透啦，去人迫害啦，也是讲，因有可能会用足侪方式，就是你的敌人会用足侪方式，要去影响你国内的重要的政治人物，甲重要的决策的决定者，这是毋是听起来足熟悉的？就是拢台湾拄会着的代志。而且因伫手册内底嘛有教讲因的国民要安怎去分辨假消息，因有用几个方法，包括讲你看一个消息以后，你也先去看伊的消息来源是倒位，这个消息来源是一个所在有啊尔，还是恁兜隔壁迄个你厝边甲你讲的尔，还是你伫新闻看会到，而且是足侪顶头看会到，用这个方法去判断你摕到的新闻也好，你的消息也好是真正假，嘛上重要就是讲，莫互假消息骗去。啊，佫有一个上重要，因的手册内底有一句话，就这个所在我直接讲台语，就是讲，这个意思就是讲，若瑞典叫人攻击啊，阮袂放弃抵抗，而且呢，所有的消息，所有的讲瑞典已经投降，也是讲已经无要反抗的消息，拢是假消息。伊是为手册第一个时间就甲伊个国民讲，阮会反抗到底，阮会保护阮的国家，阮有决心，而且所有这个消息你莫相信，莫互伊影响，对。所以这个手册呢，我简单讲就是，这个手册发行的单位是
水电呢民防局是因的中央的政府一个单位，所以就是算因政府伫对因人民所讲的话。那咱搁来看另外一个国家，这是拉脱维亚、拉脱维亚，拉脱维亚因的国家嘛是做共款一本手册，手册内底呢，甲水电共款，因伫手册头前拢有先甲你讲，你若拄着危机的时阵，爱安怎做准备？比如讲，你爱准备打一寡，你爱准备偌济水啊，你爱准备啥物基本的，比如讲民生的物资啦，比如讲你爱穿啥物粮食啦，会当放较久的。因拢有一个清单，会当互因的国民去参考去做准备安尼。其他的方面就是因家因国民讲，那除了物资顶头的准备，你心理甲你的身体爱有啥物准备？比如讲，我真大意一句话，就是你的支持是咱防卫的本质，咱防卫的上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甲因的国民讲，阮为个国家的防卫，无法度欠国民即块。这甲咱以前所受的教育可能较无共，因为咱的教育内容拢是甲人讲，迄交互军人去做就好啦，咱毋免插。毋过因的方向是颠倒过来，就是国民爱甲大家爱徛做伙安尼。除了这以外呢，伊嘛有伫因的手册内底去教因的国民讲，咱家己的军人是生啥物款。这个部分主要是要写互囡仔看啦，因为囡仔可能伊若伫战争的时阵，甲爸爸妈妈行落去啊，爱互伊熟悉家己的军人生了安怎，甲知影讲爱去找谁帮助。那另外一部分嘛是讲，互大人知影讲，你爱知影咱的军人是谁安尼，咱的警察是谁安尼若有人穿迄衫较奇怪，伊嘛有牙穿，你都要注意啊，迄可能都毋是咱家己的人安尼。阁有一个较重要的部分是，拉脱维亚因的手册内底有讲到一点。就是做一个公民，你要安怎拄着战争的时阵，你要安怎反抗？因为可能咱接触到的就较侪是讲，若你拄着战争的时阵，你敢会当独揽嘛？当然保护家己是第一件代志，毋过伫战争的时阵呢，公民是有其他的一寡代志会当做的，会当做伙保护这个国家。比如讲，因内底就写讲，因为因的传统内底有游击战，有武装的抵抗，所以伫手册内底有写讲，你会当去做武装的抵抗，也是非武装的抵抗嘛是会使。非武装的抵抗是啥？比如讲，你去可能你看即届乌克兰的战争内底有足侪因的市民，伫因的城市叫人占领以后，伊所做的第一件代志，毋是独揽，是去甲遐罗西亚的军队去对峙，去抗议，爱因离开，爱因走安尼。因为迄战争的时阵是。基本上爱有一个，你若无牙穿，伊基本上是袂使对你开枪。毋过咱面对的敌人无共款啦，这大家都当做参考啦，对。所以因阁有一个重要的方式，就是甲因的国民讲，你会当用非暴力抗争的方式去甲军队做对峙，而且呢，若有人叫你去投票，去投一寡，比如讲爱你统一的票啦，还是讲要决定咱的国家变成另外一个国家啦，像即马乌克兰所拄着的遮个代志，若有人要去做，叫你做非法的投票，你千万毋通去，若是因有啥物法律，就是毋是咱即马咱即个国家的法律在实行啊，莫去遵守，因是透过遮个方式甲公民讲，你是会当抵抗的，你是会当做一寡代志。阁有较激烈的，就是立陶宛尔，就是立陶宛这个国家啦，因为着要互因的国民有意识，因的相关的手册已经发行3本啦，因有3本手册，而且咱即马电视的即本内底的内容呢，就是即本叫做积极抵抗指南啦，就是爱抵抗。抵抗的指南安尼，伊内底主要教2项代志。第一项，你要安怎伫战场内底生存，包括你要安怎去分辨
敌人甲咱家己人会无相像，所以因伫内底放罗西亚的战车的相片，来讲这个叫罗西亚的战车，而且因为因本地的战车甲罗西亚的战车可能较相像，所以因有一寡特征甲考出来，甲因讲你爱看这特征，就知影讲哦，这可能就是罗西亚的战车，咱爱远离，莫接近，而且可能爱甲因的所在记落来，甲咱家己的国家的军队讲，就亲像乌克兰人即摆做诶代志，看到罗西亚的军队，看到罗西亚的车，就甲因的资讯拢传互因家己的军队去做抵抗。另外，佫有一件重要的代志，就是因伫手册内底直接讲明啊，咱的敌人，咱上大的威胁，就号做罗西亚，伊会用啥物方法来甲恁影响呢？就是混合战，因混合战就写着讲，罗西亚可能会透过足侪手段，包括经济上，甲咱甲罗西亚白条条。一旦伊若要对你开啥物条件，你就无法度抵抗。另外就是伊可能会去影响、去收买你国内的政治团体、你国内的政客，互因来听，互你也叫家己的人，结果拢听因的话安尼，来影响你国家规个走向。最后呢，伫因感觉讲你这个国家已经腐败到一个程度啊，已经去互你收买到一个程度啊，伊可能就会发动一个特别军事行动、特别军事行动，就是即马罗西亚要做的，伊要开战，伊会用一个借口讲伊要去伊的军队要去恁兜，就甲你占领。所以因伫手册内底写甲做明白，就是因会拄着的方式手法是安尼。好，除了即几个国家有做就是做手册即件代志来加强民防。咱会看别个国家其实嘛会用别个方式去加强因家己的民防的能力。比如讲美国其实是一个可能是美国较笑着啦，受着别人恐怖攻击啦，还是讲因嘛是会拄着风灾啦、大的天灾啦，所以因对民防本身就有家己一定的需求。因为1996年开始，因的FEMA 就是因的联邦紧急应变署啦，差不多是一个民防的上重要的一个组织，就开始伫因全国去撒一个物件，叫 CERT。CERT 的英文是 Community Emergency Reactive Team， 社区的紧急应变的小组，就是这小组是谁来组成？就是每一个社区的人家己去组成。政府会互你帮助，可能会互你一寡简单的装备也好，互你训练。你平常时可能三不五时就爱大家斗起来做演习，做的演习毋是像咱今年7月做的迄演习，叫你比伫遐30分钟，毋是迄，因所做的演习是真正，比如讲，你可能会拄到火灾，你可能会拄到大楼崩起，你要安怎去帮助受困的人、受伤的人？所以因有伫全国各地就去成立即个紧急应变小组去应付遮个代志，这是美国所做的代志安尼。好，所以咱看就讲，其实足侪国家去面对因的危机也好啊，去面对因外来的挑战，还是侵略的威胁也好，因有做足侪方式，尤其是加强甲民众的说明也好、沟通也好，也是讲加强民众来做伙合作的这个能力，咱外国的头来看，其实台湾自以前呢，咱较欠的，还是较弱的，就是即块。毋过咱即马所面对的，就是同款的威胁，就是伊可能，咱的敌人可能会针对咱的弱点，做一届上大的打击，互咱规个社会人。所以咱即马爱应付的，就是咱即马爱思考一件代志，就是啥物咧？就是若咱自即马就认为咱拄着中国就一定输，也是讲咱拄着中国一定袂赢咱即马就无要准备，安尼咱就一定会输，因为伊要倒的，伊要搬的，就是你这个社会拢无准备，拢无警觉，拢无相关的组织，
安尼伊一粒飞弹来，毋管伊拍伫倒位，可能拍伫一个无啥人的所在也好，也是讲咱应该是一粒飞弹来拍伫咱讲迄个星光三月遐就好啊。伊对台湾社会造成偌大的冲击，对社会乱到什么程度？所以，若是相对来讲，你有准备，所有的人伫拄着，比如讲一个爆炸发生以后，现场你马上就有人会当去斗相共，互后壁接手的军队也好啦，是讲接手的咱的救难人员也好，会当马上去处理遮个情形，会当互伤亡减少。这就是咱即马会当做的准备嘛，是会当化解因遮战略的一个上好的方式。是阮为虾米阮阿早要做即本《公民行动指南》即本手册啊？阮开始咧想即件代志的时阵，差不多是2019年。是安怎是伫迄个时阵呢？因为蔡英文当选以后，咱知影讲中国的飞行器一天到晚飞过来，而且愈飞愈接过来咧。啊，毋过呢，咱看讲国内，我有看到国外咧，逐国拢伫为因的家己所可能面对的危机做准备。毋过台湾迄当阵，啥物准备都无。所以，阮就开始思考一件代志，就是讲啊，咱台湾家己国防部要做一件代志无？啊，阮当阵去做采访，有去问国防部，国防部的答案是甲阮讲，无啦，因无，长官无甲因讲爱做这个手册，伊毋知，叫阮去问警政署，因为因感觉民防这件代志是警政署应该爱去负责的。结果阮去问警政署以后，警政署嘛讲，无啊，迄毋是阮的代志，你所问的所有的代志，每一项拢甲国防有关系，迄那是阮警察管的。所以因就讲，佫叫阮转去问迄个国防部，所以阮就叫人当做一粒球啊，给他拍来拍去。后来阮就家己想讲，毋对啊，啊，阮就已经有资料啊，已经有找着外国的资料啊，而且遮个资料，所有的资料拢毋是家己，毋是讲一个无名的人黑白写的，所有的资料拢是因家己的政府经过足侪专家，大家互相讨论以后所写出来的一个足确实的资料，所以阮就参考遮每一国的手册，啊，到有咱台湾家己的法规，吼，咱家己的法律，啊，甲咱家己的所可能的面对的情形，咱就写一本《公民行动指南》。阮写一本就是想要互大家为即马开始就会当读即本册的内容，去知影讲咱会面对着啥物危机，咱爱安怎？即马就来开始做准备，所以咱爱安怎开始即马做准备咧？来咱看，第一项，咱爱知影讲，伫现代的战争以下，咱可能会，咱若拄着战争的情形的时阵，咱会拄着啥物情景？因为咱看到就是讲，比如讲，咱的国防部虽然因已经是国防方面的专家，抑毋过因伫应付现代战争的一寡手段，伊可能嘛是看起来无准备。就比如讲，前阵啊，金门有迄无人的飞行机飞去营区，结果咱的阿兵哥就徛伫遐，啊毋知要安怎，啊就叫人看笑回来咧，吼。所以咱就一定会知影讲，即摆的战争手法甲以前已经无啥相像啊。所以咱会拄到啥物情形呢？比如讲，网络是即摆咱上看重的物件，逐个人手一支手机啊嘛，吼，随时要插物件做方便呢。抑毋过，这嘛是可能是敌人会针对要来攻击的重点，就是咱的网络伫当阵可能会受到大量的攻击，伊会攻击你的机房也好啊，攻击你的电线也好，互你的网络无法度正常的使用，刷来假消息，这一定会有，吼。啊，佫有空袭的方式已经甲以前咱教的无相像啊。比如讲，我是一个40岁的人，吼，我有行过戒严的年代。阮细汉的时阵，老师会讲，迄飞行机若来吼，可能就是足多的伫咱头顶啊，无分目标啊，所有的炸弹来放落来。即摆的空袭已经较无参像以前，咱有可能是
飞弹，伊射足多飞弹过来，还是讲伊派战斗机可能针对有诶大楼、有诶地点做重点诶打击。这是咱即马空袭可能会拄着诶情形。遐毋过，迄嘛是空袭诶一款形式，所以咱嘛是爱对这有所了解。啊，再来就是重要诶设施，包括咱头拄仔讲着病院也好啦，吼，学校也好，也是讲其实佫较重要诶，咱诶发电诶设施，比如讲电厂，吼，遐落电厂也好啦，还是讲一寡铁路也好，遮重要诶设施，嘛有可能会变做迫害诶对象。你着想一件代志好啊，咱即马若停电3点钟，你看网络顶头都会当乱甲变啥物形？若是你3工无电人用诶，会有啥物情形出现？对，所以这是嘛有真有可能诶。再来，佫有2项甲战争较有直接有关系，就是第一就是，咱若有诶所在去互占领，咱诶敌人也就是中国啦吼，伊可能伫遮占领区内底去发起一寡政治诶行动。遮政治诶行动可能是啥？第一，可能是公投。公投，比如讲咱若有诶县市吼，是较中国较亲诶啦吼，可能是公投讲，我即摆我即个县我宣布我是中国诶一部分，吼，伊可能会发动遮公投去，互伊家己诶占领变做合法，也是讲去发动伊内底政治人物，比如讲某县长，吼，就家己跳出来宣布讲，我即摆就是中国。台湾省啥物县诶县长啊？我毋是啥物中华民国，毋是台湾啊！吼，在政治行动嘛是有可能出现诶代志。啊，佫有一项代志就是，即马大家嘛会较关心诶。以早咱诶对战争诶想法，就是譬如讲，咱可能海军甲空军拍了后，咱诶战斗机甲军舰、战舰拍了后，可能就无救啊！吼，可能就投降啦。毋过咱即摆就是咱规个防卫诶目标嘛有较无相像，所以即摆大家较会去思考，若是咱所住诶城镇，也是都市有外来诶敌人走入来，敌军走入来，咱有可能会拄着咱讲都市战啦吼，就是有可能有战斗伫咱身躯边发生，这嘛是有可能。所以咱爱第一爱对遮个拢爱有所了解，就是有一个心理准备伫个。好，第二个嘛是刷来就是心理准备的部分，就是咱头拄仔讲的假消息。那乌克兰的例已经甲咱讲假消息一定会发生啊嘛，而且咱今年8月嘛是有体验过一届假消息是安怎甲咱影响，比如讲检测的中毒。其实假消息不断的伫咱的身躯边发生，这是网络攻击啦，吼，就是这是伫迄落台南市尔的车头，吼，伊个车头的看板去互迄落对方的应该是网军入侵以后，甲字改做啥物老昂婆，我有去查这2字，老昂婆走来台湾吼，是对咱祖国主权的挑战，吼。伊甲遮个字就改做即个做祸害因的想法的字啊吼，要来影响台湾人。啊，另外就是这2个就是较参像假消息，这拢是伫因佩洛西来台湾的时阵呢，因为伊一直威胁要对台湾有啥物动作，所以这是因的环球网，就是中国的媒体所发的假消息，就讲台湾的机场其实已经去互飞弹拍着啊吼。做着来思想，其实后来查证是无一件代志。啊，这就是咱台湾，我就莫讲大一间啦吼，这顶好写吼。啊，这嘛是假消息，因为伊飞行机还未降落之前，就一直有消息讲，中国的战斗机已经穿过台湾海峡，已经要来台湾啦。这就是其中一项，后来嘛证实是假，根本无，伊可能有过来中线。挖者就走了，无穿过来台湾，吼！啊，这一切拢是为着要了乱咱家己的心防，甲咱家己的
决心好，好，谢谢。所以咱爱安怎做咧？所以阮伫手册里就甲大家讲，爱安怎去对抗假消息。第一呢，因为阮毋是国防部啦，所以阮无法度甲大家讲，阮一定会投降啦。阮心内想的是安尼啦，吼，啊，阮无法度讲，所以阮甲大家讲的代志是啥？就是讲，若是咱拄着敌国攻击的时阵，需要每一个台湾人共同来捍卫这个国家，来保护这个国家。所有关于台湾投降的消息吼，拢真有可能就是假消息。我嘛是安尼甲台湾人讲，甲咱的读者讲这是真有可能的代志。刷来，你要安怎去对抗伊？比如讲，我头早有讲着，就是你爱去思考你所看到的消息甲资讯，到底是倒位来的？伊到底是有法度查证的来源是有名的媒体，比如讲 CNN 报的代志，还是讲？毋若 CNN 报 BBC 嘛有报，然后咱台湾的，比如讲公共电视台嘛有报，吼，你差不多超过3、4间，你看到拢是较有公信力的媒体，吼，拢有伫报即件代志，迄消息就可能是真的。要毋过，若是迄你看到迄消息顶头嘛毋知当时啦，吼，嘛毋知作者是谁啦，嘛毋知迄媒体名嘛是一个你毋捌看过，你大家都爱提高你的警觉。真有可能是假消息。那另外就是大家即摆可能手机仔内底拢有装的，比如讲卖国片的一个软体，也是讲大家可能嘛有伫看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的查核的消息吼。啊，则要甲大家讲就是讲，其实足侪代志，足侪分辨假消息的一个方法也好啦，也是咱的技术咱的能力也好。咱为平常时啊，就会当开始去累积吼，开始去互家己搁较有能力去分辨消息是真诶也假。好，那你心防拢做好以后呢，接来就是你爱去开始思考，你要安怎去面对实际上你会拄着诶代志。比如讲，大家会当先帮我扫一个这个 QR code， 这个 QR code 呢是消防署诶一个叫做风灾做伙屋吼。啊，内底介绍的是啥物物件咧？这内底介绍就是讲，咱台湾吼有各种的天灾、各种的灾变，包括地动啦、水灾啦，遮个天然的灾害，还是讲公共灾害，遮较大的灾害。那伫内底呢，你会当看到各种灾害要安怎去应变，要安怎去减灾也好，要安怎去事先做预防的方式，是安怎爱互大家看这？因为咱知影讲。除了咱会拄到的天然的灾害以外，战争本身就是一件复合式的灾难。伊会造成的结果是复合性。比如讲，一个炸大乱，也有火灾，也有大楼的崩起，也有大量的伤患，同一个时间出现。这情景，这情景甲地动可能有足侪相像的所在，所以大家会当先透过咱即摆已经有的资讯，先去了解讲咱若拄着啥物款，比如讲即摆起火啊，上午你知影起火来，要安怎甲火扑灭，吼，对家己讲是较安全的。好，啊，你知影安怎去面对可能的灾难以后，你就要知影讲，你上有可能伫战争内底面对着的就是空袭即件代志。啊，这嘛是会当请大家先慢慢扫者。这大家若会当，请甲我，请会记的即个咱经济事做的迄个防空避难专区吼，迄是一个，伊即摆嘛有 APP 啦吼，你甲拍开以后，伊会有显示讲，你会当去选你家己所住的区角是伫倒位吼，啊去找你内底到底有，你附近到底有。搭一寡防空壕、防空设施，你会当去比，吼，啊，大家会记一张，就是你若看到一张，就是代表迄地下室，啊，即个大楼，伊个所在是一个防空壕的设施，防空漂亮的地下室，安尼好。好，大家拍开以后，可能就会看到这个，吼，
所以是安怎？你即马就爱了解，因为咱即马的 APP 所做着的，就是敢会当做到安尼，就是你拍开以后，你搁爱甲搁较天开，你敢会当找着你家己的所在伫倒位，而且伊内底有，伊只要是有迄张防空避难设施的迄张大纸的大楼，都算伫内底。所以你会当去想讲，恁兜附近有对几间大楼是有大厦，啊，迄是你若真正拄着战争的时阵，敢是会当入去的所在吗？比如讲，恁兜若住地堡隔壁，地堡若有大济，你感觉你会当入去吗？所以你一定爱为即马就去了解先，你爱先去看，而且佫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安怎一定爱先去看，因为你有可能看到济，嘿，这是阮公司边仔一个地下室。吼，啊，我有一工就经过遐，迄顶面有迄有一个贴纸呢，我就行入去看，看了我行一条，吼，你有可能到时阵爱味的所在是完全无相关的通风的设施也好啦，吼，嘛无相关的物资，你所有的物资可能爱家己砸，紧急避难的物资爱家己砸，无你伫内底就是啥物拢无，你就是踮伫遐。啊，唯一的功能就是，互你莫互叫炸弹绑着，就安尼吼。啊，阮有同事吼，阮有同事看到即张的时阵，伊就直接甲我讲，我若叫我去你遮，我甘愿走出去互电死。我嘛无爱意思这样子，我就可能较夸张化一个，要毋过迄就是感觉讲，这个所在其实看起来是无安全的吼。所以你一定爱去看过，原因是安尼，就是讲。你上无知影讲，你即马找着的所在有早一位是较会当去的，啊，你着爱甲迄个卫星记起来，啊，平常时啊就去看看，你就知影讲，拄着紧急的时阵，你要安怎行安尼好。啊，佫有一个，大家嘛爱知影讲，你若真正拄着空袭的时阵，你爱安怎应变？即张相片是伫今年万安演习的时阵翕的，吼。迄当阵呢，今年有增加一个项目啦，就是讲有几个里吼，就是有演员会开始伫演嘛。比如讲，演员有个演员是演李明吼，有个演员是演桥都爱经过人吼，啊，就空袭警报响起，吼，啊，所有人都，即当阵警察就随个出现咯，所有人都依照警察的指示，都落去迄落一个停车场吼。所以你安看就讲，其实咱有一寡动作，咱嘛袂当讲迄万安是无效的啦。毋过咱即马是无确实做，就是讲到底咱是入去避难的时阵，然后战斗有然后炸弹落来，咱是爱安怎去往咱家己的鼻啊，是讲咱莫喙爱拍开啊，对无？啊，可能咱的目睭爱往面较袂受伤。所以咱嘛爱为即马就知影讲，你未来毋是你秘伫遐就无代志啊，你阁有足侪代志爱做的，吼。好，包括讲你若秘了啊，比如讲即马空袭过啊，啊煞来你转去恁兜看，靠腰阮兜我都转去啊，已经开去啊，也是讲靠我所有物件拢囥伫我办公室，啊办公室已经炸害去啊，我重要的物资拢伫内底，我要安怎？我要去倒位秘？我要去倒位避难？咱的政府的规定内底有几个所在是指定作为大型的灾难的时阵，灾民避难，还是讲灾民会当伫遐安置的所在？遮几个政府规定的所在有倒位咧？包括讲有诶，比如讲你看运动的中心，吼，咱即马做侪区学内底拢有运动中心嘛。运动中心是一项。咱的公立的国中啊、国小啊、高中遮个所在学校嘛是吼，啊，佫有一个上重要叫风灾公园。风灾公园，大家若毋知，咱即位上近的风灾公园是伫北吉良公园。啊，风灾公园有啥物？是安怎伊叫风灾公园？因为伊内底本来就有安排迄落储存水的设施。吼，互你毋免可能爱走去别位找水，若停水啊，你毋是敲电话到水公司，歹势迄无效吼。你爱做诶代志，可能是去风灾公园
内底可能有存水。但毋过，你嘛是爱先看每一个公园的状况，因为咱即马咱拢有遮个设施，也毋过每一个设施的状况无相像。啊，每一个县市政府的去调查啦，去保存的迄个程度嘛无一定嘛，所以嘛是爱先去了解吼。咱上好你知影讲，你搭一个帐篷，可能去遐会当避一困啦，吼，因为就是一个较大型的避难所安尼，好，好，那这嘛麻烦大家帮我扫点。好，安尼你扫了后，你会看到一个，伊会叫你选你所在的里嘛，吼，你着找着你领导所在的迄个里，也是讲你较定去的你个公司，你若是你是一个较认真上班的人，你一工伫公司差不多18点钟后，你拢无爱转去吼，你着踮你公司附近的吼，你所在的里，啊，你点落以后，你着看到一个地图。哦，你著看到安尼一张地图吼，啊，这个地图是安怎？这个地图是安怎叫大家看咧？因为这个地图有一寡重要的资讯，包括讲咱头拄仔讲着几个，比如讲这个就是风灾公园的所在，吼，比如讲咱的紧急避难所会伫倒几个所在，伫倒位，这顶头拢有标示，而且伊顶头阁有啥物所在？有警察局倒位，有消防局、消防队伫倒位。有病院伫倒位，吼，啊，你爱做诶代志是啥物咧？就是甲咱头拄仔所讲，比如讲病院也好啦，吼，啊，阁有迄紧急诶避难所也好，先甲考起来，啊，阁找着你家己所住诶所在，吼，啊，你家会当，你安尼你就会当开始画迄个地图，就去找家己上适合。你感觉讲，若真正拄着代志啊，你会当较上顺利去这几个所在路线，吼。啊，而且你上好是平常时啊，就上下班的时阵啊，是讲要去倒位，要去市场买菜的时阵，你就去行踏，照这个路线行看卖。因为正经的时阵，你可能会拄着的代志是，你的即摆所看到的风景，甲你迄当阵会完全无相像。吼，啊你而且嘛有可能你即条路通袂通啊，袂通啊，你要安怎要行带条路，所以即摆就要有准备。而且佫有一个最重要就是讲，你看这个地图顶头，我要去找一个物件，比如讲，这张地图顶头有一个叉叉有无？这你爱找是安怎？这叫总统府。是安怎爱画叉叉？因为迄是战争的时阵上有可能叫人拍的所在，所以你爱撇几个风险嘛。你即摆是以保护家己为优先嘛，吼，那。保护家己为优先的时阵，你爱撇开伊风险，无一定是总统府啦，伊有可能是，比如讲恁兜边仔有军营，吼，也是讲恁兜边仔有变电厂、变电所，安尼你嘛尽量撇开吼，你莫去遐附近，莫去遐佚佗吼，好，好，安尼咱头仔已经看过几项啊，你知影恁兜的防空壕伫倒，恁兜附近的防空壕伫倒位，你知影要安怎去准备？面对每一种的灾害，你嘛知影讲要安怎去准备地图。啊，咱头拄有讲着讲，你若行去向防空警保险啊，你走落去防空壕内底，佫发现，我煞来3工，我无物件通食啦，我无水通啉啦，要安怎？你爱自即马就爱开始传一个，比如讲紧急的避难包，放伫个你上有可能伫个所在，比如讲你是一个可能是家庭主妇吼，你就是放伫厝诶，啊若随时有大诶灾难发生，你就是即个包袱仔摕就走。啊，包袱仔咱会甲大家讲上好是穿我像我即款诶，就是哦，我逐工拍一档诶，会当拍啦，会当拍啦吼，两条有当拍背包，啊你嘛较省力啦吼，啊上好会当缀一寡物件啦，你通摕迄足细，迄嘛无效吼。啊，你内底爱缀啥物咧？咱头拄有讲到迄个拉脱比亚的手册，
老头米仔手册足趣味的，伊个手册名称叫做72点钟，安怎去面对危机甲风险？是安怎是72点钟？因为伊讲一件代志，就是讲所有的大型的灾难发生以后，你有可能有72点钟的时间，爱家己去面对身边所看到的大的变化是大的灾害，因为可能这个时间过了后，有比如讲军队，也是警察、消防队，也是大型的救援队，到你引导附近，互你帮助，所以你一定要有所准备。吼，伊若足紧就来，那袂要紧，真好。若是无咧，所以你也要靠家己。所以你就要准备这个防灾骗人包，内底第啥物件咧？比如讲，咱就来讲，内底第水，水因为足重的。你若无法度，你也感觉讲你的包包无法度炸3工的水，也袂要紧。要毋过你一定要有一定的水的量，而且可能要有会当过滤水的工具，比如讲，阮内底有啥净水顶啊，还是滤水器遮物件吼，简单的户外用的滤水器吼，你就当找着较清气的水，你就会当过滤一下，就当啉吼，上嘛较安全。煞来就是你一定要炸一寡粮食吼，上好是较好炸的，比如讲巧克力豆啦，还是讲肉干啦，遮个物件吼，还是饼啦，有诶饼是食落你就一下就饱。而且最重要诶代志就是，毋通炸伤好食诶物件，因为你若伤好食诶物件，你压力一来吼，看着哦，要是我即摆世界咱边仔无共款，我足紧张诶，无我食一个饼好啊。我食伤欢喜就食了啊！你又无通食对无？嘛毋通，莫甲家己苦毒啦吼，嘛莫伤歹食啦。上好是，比如讲啥物营养口粮即款诶较厚诶迄饼，会当冻较久诶，吼，对让咱炸伫包包内底。包括一寡你可能较用会着诶简单诶刀啊啦，比如讲你可能爱去切物件啊，爱用着工具啦吼，还是讲。恁兜若有红鞋啊，你可能爱帮伊传牛奶粉；恁兜若有猫啊，还是狗啊，你爱传因爱食物件吼。煞来，遮个部分就是讲，一般的咱即马，因为咱即马都很重视防疫啦吼，防疫吼，所以靠水暗啦吼、酒精啦吼，这袂当少啦吼。佫有收音机吼，收音机呢，阮是有看到有诶收音机是迄种毋免电池的吼，用手摇的。迄嘛是较好，对，因为你可能你当阵无电池，吼，收音机是安怎爱炸？因为你可能无网络，无网络的时阵，收音机是你上重要的消息来源，而且咱的国家规定是讲，若战争发生的时阵，也是大型的灾难，即马拢无网络，因会透过差不多7个国家的广播电台，甲大家讲即马的消息，吼，虽然到时嘛是一定爱防范假消息啦，毋过。你上无知影讲你爱听对几个电台，阮手册内底拢有写，吼，有一个大家可能较熟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吼，这就是其中一个因为放消息的所在。所以收音机一定爱有，而且佫有一个代志，就是你一定爱炸你的证件的影本，证件的影本包括你的存折的影本。是安怎遮物件放内底？你爱证明你的身份，可能嘛证明这户头、这财产是你的。阮嘛有看过有个册，甲人教讲，比如讲除了身份证的影本、健保卡的影本，佫有一本册甲人教讲，你爱炸台胞证的影本。我毋知你要互啥看，吼。对。不管你就是咱家己即摆身份证、健保卡影本一定爱炸吼，就差不多遮物件好。你即摆包包嘛有啊嘛吼，你若甲你有可能伫迄过程当中，甲你亲人啊、上好的朋友都无法度联络啊，即当阵要安怎？咱其实自己早，可能这应该是台湾经过几个大地震了后，咱的消防署就有去做一个叫做1991报平安平台吼。这个平台咧。最简单呢，你就是敲电话入去，你先甲你一定爱联络到的迄个人，大家先讲好，毋管是用你的手机啊做号码也好，还是用伊的手机啊，你就是记着一组号码是恁2个人拢知的，
刷来你就敲电话入去，你去了后伊就会叫你先去输入你讲好迄个号码，刷来你就会当留一段话，比如讲，阿母啊，我即摆我电啊，我即摆平安啦吼，啊好，伊就录起来嘛。啊，若阮母啊，就会当，我即摆找阮囝尔安怎吼？对，对，就是阮母就会当敲电话，嘛是会当敲，比如说1992，伊就敲入去，伊就输入我的号码，吼，伊就会当听着我所留的语音，伊就知我平安。这是即摆可能是上方便的一个伫灾难的时阵互相联络的方式。好，若咱讲着嘛，迄网络袂通嘛，有可能你包包啊物件载无够侪，结果你行动充无载，吼，结果你手机也无电，我都敲电话，我都敲电话要安怎哩？大家可能已经袂记得这物件，公共电话。对，即摆台北市阁有啦，毋过我看有诶外县市已经越来越少啊。即摆其实即个物件伫未来是袂消失的，伊会一直伫诶，只是变少啊尔。你可能伫倒过个所在找着的，比如讲你即摆会当去车头啦，还是学校啦、军营啦，吼。有一寡，比如讲山顶诶部落内底嘛有即个公共电话，拢会设置伫遐若真正无法度联络的时阵，这是上好的，这是你会当找到的工具，好，所以咱头拄仔讲着，拢是讲要安怎甲家己保护好，这是上重要的，就是讲咱第一个，若拄着战争，就是先甲家己保护好，保护好以后呢，甲家己的亲人。也是汇合了后，咱煞来会当想讲，咱做一个公民，咱阁会当安怎去保护咱家己国家？咱会当做诶代志真多，毋是亲像有诶人讲着保护国家，就是讲你即摆就叫大家提前去死吗？还是就叫大家提前去甲解放军车拼吗？完全毋是即个概念，迄爱甲大家讲，迄是错误诶。咱爱保护即个国家有足多诶方式。比如讲，咱会当看，比如讲，若今日烧战啊，咱上直接的就是你会当互咱家己的军队支持。比如因伫烧战一定足忝啊，你可能会当互因一寡安慰，互因食一寡小小的物件啊，是讲帮伊洗因的衫啊，即类的，就是讲互伊一寡心内的安慰，这是就是咱会当做的。而且佫一个真重要，就是讲，你若看到。家己的军队经过领导门骹口，绝对毋通摕你的手机啊翕落来，然后绝对嘛毋通甲遮个相片传去网络，因为这会互因的即摆要做的部署也好啊，要做的战斗也好，可能会互人看了了。那颠倒过来讲，就是你若看到迄毋知倒位来的军队吼，也是你会看到讲。迄军队顶头就插一个红色的旗啊，都无粒星的，紧甲翕落来吼。到时阵战争的时阵，咱国家的军方若有啥物情报收集专线吼，就是说甲遮个相片拢翕来，拢传互咱家己的国军去做反抗安尼。对，所以这是爱注意的代志。除了比如讲，互军队帮助以外呢？咱阁会当做啥物代志？因为战争的时阵，咱可能阁会拄着一项代志，就是台湾有足多第五纵队，也是讲咱讲的，就是有个人一天到晚会伫遐讲伊要啥物阵前起义啦吼，三不五时就出来伫遐乱啦吼，遮人可能会出现嘛，所以咱会当做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咱爱莫互遮个人影响。甚至讲，你若看到遮个第五纵队的人吼，出现伫比如讲恁兜的边仔电厂啊，也是出现伫一寡较重要的所在时阵，你可能就爱报警，也是赶紧叫有能力的军警的单位去甲遮个人处理，这是咱会当做的。对，所以咱有讲到嘛，咱看到家己的军队毋通翕相，吼，看到别人军队爱翕相，所以。电话的识别是非常的重要的，吼，这是阮伫手册内底嘛，简单
画一寡上有可能你会看到的，比如讲军人的衫啦，还是讲战车，因为若真正你目睭看会到的是遮个物件，可能飞弹遐看袂到，所以咱嘛是遮个，比如讲解放军的军人还是战车，伊的影响会是上直接的，所以咱爱有分别的能力。好，像这就是乌克兰的字啦，就是迄当阵，迄当阵的，就是影响阵战争拄开始的时阵呢，就是你看这个战车，伊顶头是乌克兰国旗，结果毋是，其实伊下骹有一个字，就是俄罗斯军队的标志，吼，伊嘛是，咱就想一个状况就好啊，就是咱的敌人中国的解放军嘛，真有可能用同款的方式，想要伫咱的城市内底伊叮当啊，还是讲刷位，无爱互人发现，所以你就要有自我识别能力，而且你嘛会当，介有这个能力呢，你嘛会当较远离遮可能对咱来讲较危险的军队。你若看到中国军队嘛，是尽量远离因，莫甲因接近，因为敢若安尼，你甲袂互因直接去影响着。你若互因扣留啦，是互因伫因的影响范围内底，因就会当做对代志安尼。好，这就是头拄仔嘛讲着，就是迄个进步的部分，就是迄是乌克兰的例啦，阮嘛是因的例，就是讲，因会透过足侪方式，互因家己的人会当，因为因的手机咱手机有报税的，有人会讲手机报税嘛吼，啊伊嘛有差不多的共款的 APP 甲程式，伊当阵就战争的时阵呢，因就甲伊的程式改做讲，你会当甲你看到的敌人的相片，也是你感觉这个人足可疑的，伊可能是间谍，吼，可能是第五纵队的人，你甲翕落来，啊，甲所有的资讯传互伊的家己的情报的部门也好啦，还是讲军方也好，互因去做判断。啊，安尼做会当有啥物效果咧？来，这就是因的效果，就是即个乌克兰战争内底，大家拢会讲一件代志最重要，是安怎乌克兰的军队安怎拍拢足准，拢知影讲罗西亚军队秘伫倒位，安怎拍拢拍袂着，是安怎罗西亚的人拢拍袂着乌克兰人，就是因为因的情报，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甲西方国家有足大的帮助，无毋对，也毋过因家己的国民，咱讲国民伫所有的咱国内各个所在，咱逐个人的目睭就是上好监视遮敌人的一个监视器啦，就是咱所看到的可能比卫星翕到的会搁较直接，所以国民伫即个方面的会当做甲的反抗是搁较多的。好，这就是另外一个例，比如讲，因有一个乌克兰的15岁嘛，15岁差不多国中生嘛，国中生伊会当操作迄个无人机，吼，这就是因为有一天伊用伊个无人机发现讲有一个罗西亚的军队正要入去伊个城市内底，伊甲这个情报回传互因家己的军队，结果呢，互迄个罗西亚军队全数叫人消灭啦。伊后来，互因的国家互做战争的英雄啦，吼。所以你看一个15岁的囡仔，伊嘛是有伊做会到的代志，而且伊无一定爱野枪，伊陪伊的无人机所做的贡献都非常的大。好，安尼我讲明在这里。好，安尼除了你甲情报互咱家己军队以外呢，还佫有最重要的代志，就是相关的政治的行动，比如讲，若战争的时阵有啥物奇怪的党吼出来甲你讲，啊，咱即摆去包围总统府吼，咱即摆去包围咱的军营，叫伊莫相战。咱若是有即款人出现的时阵，咱大家都毋通去参加，因为这所谓的可能是要呼应敌人要攻击的
一个手段吼。啊，搁有另外就是咱会当透过一寡方式，包括讲，头我讲着的罢工啦、罢课啦，还是你会当去组织一寡抗争的活动吼。啊，上重要的是你毋通野枪哦，你若野枪，人就甲你当做军人，对。啊，若是要真正要做遮个代志，正是嘛是爱家己有评估啦吼，爱评估过是会当啊袂当安尼。好，就是讲全参与即场，就是因伫战争进程的，就有个人就开始讲，乌克兰有个人开始讲，我即摆做一个公民，我袂晓野枪，我嘛毋是军人，我嘛袂真正去做兵，我会当创啥物，我会当做啥物代志去保护我的国家。比如讲，有个人就是透过去用这陆战啊吼，去布置一寡物件，互伊的互罗西亚军队无那遐尼好前，无遐尼方便向前吼，来做一个抵抗的方式。再来就是另外一个，好，这是另外一个足有名的例，就是因战争愈开始的时阵，罗西亚要去占领因一个核电厂、核能发电厂吼。啊，因所有的人呢，就是所有的人牵手上街头去甲遐个路炸起来。虽然讲后来嘛是失败啦吼，要毋过嘛是因为这个行动的过程，互罗西亚的军队的攻势受到阻碍吼，会较无较顺利，会当摕落来因所想要摕落来目标。好，啊，另外一个例就是可能甲大家较有关系，就是这是因的。北部的一个城市吼，因为拄开始战争的时阵，市长叫人掠走啊，吼，掠走按足生气的，所以因所有人去抗议，啊抗议了后，真正甲因的市长拖转来啊，对无？啊，我这嘛爱看情形，市长是安怎重要？因为伫咱的全民国防内底，比如讲咱即马拢有大家拢毋知影，大家有听过民安演习这物件无？咱顶头咱有万安演习嘛，万安演习就是防空的嘛吼，啊，咱有汉光演习嘛，汉光演习就是国防部的嘛。大家敢知影民安演习？民安演习就是各个县市每一年拢会有一天，伊会轮流啦，一年就是12个县市会去做民安演习。啊，民安演习要预防的，就是讲，比如讲比如讲即摆桃园市去互飞弹拍着啊。也是讲有我的道路，因为战争害去啊，也是因为大灾难吼，因为我遮即摆有啥物火车逼过，我县政府、县市政府要安怎做应应，要安怎去应变。所以民安演习内底指挥官是啥？是县市长，吼啊，所以县市长是安怎重要？因为一旦战争到地方的即个阶段的时阵。伫地方所做指挥的人是县市长，所以因的县市长，因足侪市长无愿意投降，嘛互罗西亚造成足侪困扰。因为一旦我甲你掠落来，你无愿意投降，我就爱做另外一件代志，我就爱去办假的公道，甲来证明讲遮个人拢愿意互我通。啊，你若市长一掠过，就讲好我投降伊就直接去管收所有的，比如讲遮地区的警察的力量也好啦，也是消防队的力量也好，所以公民是伫这中间有最重要的角色，会当阻止遮个代志来发生。啊，像咱的有一寡市长，你就知影伊可能哦，也是讲伊即摆叫人问到民防的问题，就讲我管你死，你管你啊。即当阵咱就无法度，咱就要靠家己嘛，对吧？所以这是公民嘛，当做一代志好。啊，佫有一项最重要的咧，这是乌克兰即马最想要摕转来一个城市叫赫尔松，赫尔松。啊，因拄开始，因自这个城市最特别的，这个城市自战争一开始的时阵，这个城市的人就不断去抗议，啊，抗议到即摆可能即摆可能较少，因为因后来有镇压才抗议啦。但毋过因的反抗是一直去发生的。就比如讲，因抗议有啥物成果咧？
因原底伫差不多5月时阵，因的后来去互较亲罗西亚的即个地方的首长，就出来讲，咱要办公道啊，咱办一个要投向罗西亚的公道，就因为因一直抗议，所以咧公道一直办袂落来。到即摆讲，佫无法度，而且到即摆当时的，即摆虽然讲乌克兰反攻嘛吼，看起来是，互伊佫一届的迄公道，佫一届延期。啊，毋过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代志是，国外有相关的新闻写讲因迄个地区的人，虽然即摆较无抗议，啊，毋过因足侪游击队甲地下反抗的组织，专门去对付因遐背骨的。专门去甲遮个人，我毋是鼓励大家安尼做，啊，毋过因专门甲遮个人调路灯啊，是讲通常，我绝对无鼓励大家做好啊，就是讲，伊有足侪反抗的方式去组织所有咱所讲的在地的协力者，甲因的即落要来占领的即个敌人之间的合作，所以除了因家己的反攻有见效以外，其实即个地区。那伊愈无法度是时啊，就甲即个占领的实际上的权利摕落来，伊就愈无法度控制。对伊来讲，永远就是一个足困难的所在啦。所以你未来要反攻也好，还是要恢复你原来的主权也好，嘛是较有可能的代志。好，这像你来讲，这是战争拄开始的时阵，听讲有5个罗西亚的军人走去一个大楼内底，原底要去大楼的顶楼要去伫遐埋伏，要攻击乌克兰军队。结果呢，听讲啦是因大楼的管理员看着讲，好啊，即马金两三四五个伫内底呢，我拢来者不善哦，我就甲电梯劈掉，直接关伫内底。啊，佫有一个人足惊吓，被提琴要甲敲开，结果听讲后来是这5个人拢去乌克兰的人掠去。啊，这个消息其实有人讲是无一定是真的，有人讲是可能是乌克兰的国防部做的。这件代志可能是国防部做，毋是管理员。啊，毋过我要讲的代志是讲，其实咱即马面对咱外来的遮大的威胁，咱会当做的，其实比咱所想的。也是比咱以前所接触到的搁较侪。比如讲，咱即摆会当做啥？你若要伫会当做兵，你若是要会当做兵的人，你若是真正足想要提琴的，真正足想要提琴。我鼓励你做兵，真正啦，因为咱即摆咱台湾这个国家，咱即摆无合法的民兵，所以咱无法度提琴。啊，你若提琴甲掠武器唯一的方式，就是你去做军队的一员，吼。啊，咱若其他的人咧，咱会当去加入一寡，比如讲，你会当去学一寡防卫啊、去救的能力，还是讲你来家己做，咱上无你即马就开始思考，要安怎做家己的行动指南，要安怎去为可能的战争做准备，还是讲你嘛会当去加入。每一个所在，咱会当看到有地方的民防团队，比如讲，咱会当看到，比如讲义警啦吼，还是讲社区的巡守队，你会当先试看卖去参加。咱我听到的是足侪是讲，有足侪人想要报名去参加，毋过拢敢若无法度去参加，因为因有一个选择的过程，会甲家己亲的人。即摆听到的是安尼，所以要么嘛是咱去试看卖啦吼。啊，无上，对，好，明。是安怎会当去试看卖？因为为即摆台湾来讲，其实大家是足有意愿去抵抗的，大家是只是讲毋知影方法伫倒位，就是讲，其实你毋管即个是迄个台湾独立联盟做的民调。这是 TVBS 做的民调，两个所在是两个媒体其实是足无相像的。毋过伊讲的是同一件代志，就是有超过60%的台湾人愿意为着保护台湾徛出来。咱只是讲，伊嘛有另外一个民调，就是讲，啊，你对国军有信心无？
嘛有超过60%的人讲我对国军无信心。所以这故事要甲你讲啥？是大家其实是有意愿的，虽然对国军无信心，但毋过大家是有意愿的。啊，对现代的防卫来讲，你所需要的军人真正有遐济吗？其实无一定。其实你爱维持的上重要就是讲，第一爱有一定的能力会当反攻，所以军人袂当少。第二，爱有搁较大的、搁较侪的民间的人是有能力去应付灾变的。那会当每个社区，大家都会当，比如讲，参像美国的 Emergency Reaction Team， 有遮个单位，有紧急应变的小组，你就真正做有能力会当去随时应付可能的灾变。所以会当看到台湾人对全民防卫即马是做有兴趣的嘛。所以咧，所以其实除了咱头头有讲着，有做咱的民防团队，其实咱可能拢毋知创啥，而且你有可能看到因大部分时间是遐泡茶，还是讲遐可能会看到就是讲伊办什么联谊会啊，大家伫遐食饭啦，不要紧。即摆有足侪民间的团体，大家开始去想办法。比如讲，咱所接触到的有台湾民团协会即款的单位因开始教大家安怎做体能的训练，也是讲防卫，也是急救的训练，也是讲，比如讲，即摆上新的啊，对，最近上新的Kuma Academy， 乌形海鹰，乌形海鹰，因即摆就是有个，因办愈来愈侪营队，要甲大家讲基本的民防的知识，嘛有进行像迄吴怡农转过台湾，因自以早就开始去做即件代志。比如讲，壮阔台湾，因即摆咧做啥物代志？两项，第一项就是教大家安怎急救。你会当看到，因即摆伫足侪所在，差不多办周末拢有办迄个急救营，急救营、紧急急救营，这是因做咧止血的训练因即摆搁创另外一项代志是，因即摆要开始做搜救，就是教大家要安怎拄着大型灾难的时阵，尤其是见着无大楼会放弃的时阵，你要安怎去用上基本的物件，第一时间甲所会当救的人拢救出来。比如讲，因拢是训练用较，你即摆就摕着可能简单的插棒啦简单的干岗训练，互你会当甲遐个人拖出来。所以这是因即摆在做的代志。因为目标就是要去可能互 CERT 即款的概念伫台湾的所有的社区愈来愈侪。咱来看，另外一个就是乌形行业的即个伊的营队伊的营队即摆嘛是几个方向。第一就是，互大家知影基本的民防的知识以外呢，伊嘛会慢慢咧教大家安怎去急救啦，安怎去，比如讲用无线电啦，也是讲要安怎进一步的去保护咱家己国家。比如讲你要安怎，尤其迄个普马什么样，伊的专门就是假消息，所以嘛会甲大家讲你要安怎去防范假消息，甚至你要安怎去反击反攻这个假消息。另外就是咱会当看到就是嘛就台湾民团协会，嘛是一寡做个新的少年家因就是用家己的时间伫公园内底教大家要安怎去，因为比如讲这张相片是因你搬运课程啦，因为你莫讲大型的灾害，你讲路边，比如讲若有人骑重型机车出车祸结果伊去跌着。第一，你要安怎甲救出来；第二，伊较袂当行嘛，所以你要安怎甲安全的甲伊先搬去安全的所在，迄嘛是需要你的能力的，爱训练过你才知影。因为我有去上过伊的课，真正足忝的，足忝。而且佫有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大家若想要去上遮个课，一定要有一个技术上的决心，因为我家己练就好啊。比如讲，我上过伊2届课，我中间差不多过2个月，
我第二届去的时阵，我顶届学的拢差不多袂记了了。而且你嘛袂记讲，顶届有教什物三角巾的包扎，我即个拢袂晓，拢袂记。吼，要安怎搬运，要安怎搬另外一个人，拢想袂着方法。你会较紧去想起来，因为你第二届学啊。要毋过你爱经过足侪届，爱练习，爱真正足熟的，你才有法度是伫迄落灾难来的时阵，你袂人去，而且你阁有能力去马上去救另外一个。阁有的人会阁较进阶啦吼，就是台湾本来就足侪人伫做战术，也是讲生存的即个训练啦吼。有的人就开始去组织，想讲，我若真正有一天我会当摕到枪，我要安怎去甲阿强啊做对抗吼？有的人就开始伫做即个野战，也是讲射击的训练，嘛是。所以咱会当看到就是讲，其实咱的台湾有足侪人有意愿，而且有做侪人已经即马开始伫做相关的准备甲相关的代志，互大家来保护家己，嘛保护大家。我常常会甲大家讲，一个上重要就是讲，你做遮个代志吼，你毋免先想甲伤远，就是讲我即马徛出来，我就是咧保卫台湾。你毋免想甲遐远，你着想一项代志就好啊。今日若出代志的时阵，恁爸爸伫你身躯边，恁妈妈伫你身躯边，伊就是迄个上需要帮助的人。你有迄个能力无？你若学起来，你就是第一个时间会当去帮助你身边上亲的人。那帮助来了后咧，大家安全啊，甲有能力去做好多咱讲后壁遐个对抗。咱所面对的敌人是足强大的，所以咱一定爱搁较团结，吼，一定搁爱搁较大家互相帮助，而且为怎啊开始就是不断的去练习，才有可能去克服咱面前的危机。所以咱即摆会当创啥？当然啦，政府有伊的责任嘛。比如讲，政府的责任就是讲，比如讲，伊即摆各项的政策来调整。比如讲，咱即摆看到遐演习，咱感觉无够真，咱感觉遐演习无效，也有改进，吼，这是应该做的。各项部应该爱去加强，甲咱的社会爱加大家互相交流啦，吼，毋通家己拢做家己的代志。那咱会当做的代志就是啥个？就是咱即摆大家就是小招吼，组队啦，就是比如讲招恁身躯边上亲的朋友，也是你上好的朋友啦，也是讲你的亲人，可能你有机会就去参加咱头拄仔讲遮个课程，吼，就先去学，也是讲你会当做的就是，即摆随买一本公民行动指南，这就是你会当做的。另外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讲，还是我搁一项，就是讲，除了你即摆去行动以外，大家搁爱串联起来，变一个舆论的压力也好，还是大家普遍的声音，互政府知影讲，即摆大家已经足关心即件代志啦。所以你到底，比如讲，你刷落来民风，你要加强无？因为讲坦白的。阮做一个公司，阮做遮个代志爱成本，阮会当做有限。也毋过各项部，比如讲咱莫讲卖部，各项部一个部会，伊个资源就是阮的几啊十倍、几啊百倍，伊会当做的代志比阮搁较多，所以需要大家舆论压力，才会当互因搁较去做，搁较去面对咱所关心的问题啦吼。嘛真正搁去面对咱台湾即马所需要的防卫的方式，甲大家即马看到大家决心吼去做搁较好的代志。好，所以上尾啊嘛是爱甲大家讲是爱麻烦大家甲阮公民行动之人多多支持吼。问题是讲吼，就是虽然讲头拄看到讲台湾人做侪人有这个意愿去，就是守护咱台湾，但是我感觉讲，像我身躯边嘛做侪人是就是迄种对唱衰台湾的啦，吼，就讲态度是比如安尼半干中安尼。我想较好现是讲，若是战争真正发生，即款的人就因为啥物立场，因会做啥物种的反应，
阮会当会当去安怎去应对，将因会所做的其他代志。伊无一定是无冲对啦，但是我就是较想听我先回应一下吼，就是讲对啦，这个人无一定是第五种对的人，这个人可能是咱的爸爸妈妈吼，有可能是咱的长辈，是咱的朋友吼。因可能毋是挑工的，因只是讲因的政治立场甲咱较无相像，所以咱安怎预防即个代志发生？你所想的是安尼嘛？那我感觉是咱即摆会当做的，就是比如讲平常时会当做。就是可能要甲伊冤家啦吼，咁毋过尽量去甲伊说服，互伊知影讲咱较徛伫台湾边的人到底是受啥物。若真正发生战争的事，我感觉有两项代志应该是最重要的。第一就是假消息，莫互因接触着。就是讲，尤其是战争的时阵，还是伊若有听到啥物假消息，你第一个时间就会爱去甲伊讲，迄可能是假，吼爱尽甲伊说明啦吼，莫互伊相信。第二项最重要代志就是，遮个人可能无一定最容易互咱影响，啊，毋过伊可能最容易互因身躯边的伊较信任的朋友，还是讲遮个朋友可能就是较无善良，还是讲伊可能就是第五纵队的人，吼，遮个人影响。所以咱安做代志就是，比如讲你若知影伊身躯边有较可能是。阿强也会陪几落下，可能是徛公路的。咱爱做的是，甲因揪开，离因较远的，这是咱做会到的代志啦。我意向就是拢甲大家讲，咱做会到的代志。因为你讲有个人会反应较激烈的，就是讲我直接去甲遮个放谣言的人吊路顶啊是啥？我感觉迄种伤远啊啦吼。咱做会到的代志，而且。合乎规定的代志，就是咱会当对咱遮身躯边的亲人也好，拢可能互人影响的人也好，咱加少关心，而且防止因接触到假的消息，甲散布假消息的人，我感觉这是咱应该，若是这拢做会着，混乱的情形应该会减少袂少，因为所有的混乱的情形拢是谣言所引起的，所以你若甲受到谣言的人，受到谣言影响的人减少。我相信，若真正有啥物特殊的目的去放谣言的人，伊就无法度达到伊目的。这话回应，谢谢。好，其他有志有要问问题，好，来后壁遮吼。歹势，我是想要是甲拄仔迄个问题有较相共，但是我想要问一个较积极的做法，就是讲，即摆媒体足侪拢咧洗咱的脑嘛。啊，恁媒体出身的有啥物方法，咱通去反洗因的脑较紧？啥物平台较紧？因为咱边仔足侪即种去互人洗脑，无论是咱的朋友，还是讲咱的同事、咱的亲戚，啊是比如讲啥物渠道，还是啥物方法是有法度？莫讲拄仔咱讲是莫去受到迄假消息的影响嘛。啊，另外一个做法是，咱要咱反洗因的脑，因为你有当时你甲伊讲啥物，伊就讲哦，你这意识形态。对，就是要请教这个，免他操作较好势。好，我感觉这是个大哉问啦吼，因为我家己面对我都洗脑的人的时阵，我即马加个当做就是讲，我是莫甲伊接触。不过我感觉，你所问的问题其实有足侪人关心啦，就是讲，所以嘛，因为安尼，所以有咱会看到足侪。反制假讯息的 APP 会出现嘛，所以我感觉可能我家己的想法啦吼，若要咱莫讲反洗因脑啦，遮个人我感觉遮个人会伊较无法度走假的，还是讲伊会较摕你无法度，哦啊，你会当互伊可能较改变伊的想法，甚至讲还是讲上无你互伊较讲一寡话吼。互伊莫放谣言放较多，一个方法就是你直接摕有事实的内容去回应伊。你嘛免甲伊冤家，因为冤家一定无效。啊，你着摕有事实内容的物件，比如讲你伫内上可能发生是内底嘛，你可能看到恁亲戚
大节消息，你较好难，你足生气的，你要安怎？你着莫讲话，你有大节真诶消息，伊来一家，你答一家，伊后来答伊家己会歹势，可能着较袂。即我感觉这可能就是会较积极的做法。其他搁较积极的做法，因为会较有争议，比如讲，咱个国家嘛一直咧想即个代志，所以真暂有啥物数位中介法，本来要防止即个代志，毋过嘛是因为消息后来就歪去嘛，就咱的基金党就草把这个就撤销了，就无做。毋过其实咱这就是一个想要做较积极的一个方法。毋过政府做袂到，咱可能会当做的就是咱会当用真的消息去影响别人。即届乌克兰的有做好的一个代志就是讲，虽然因所比如讲，罗西亚放出来足侪种假消息。虽然乌克兰放出来消息有时阵嘛是真假啦吼，比如讲啥物基辅之鬼啊，迄鬼你嘛毋知伫倒位诶，毋过大家拢迄互大家做有信心嘛，就是我有一个军人做勇敢。毋过因所做诶另外一件最重要诶代志，就是因用足大量诶真诶消息，伫第一个时间就去回应罗西亚诶假消息。比如讲罗西亚即摆讲我总统落跑啊，我总统就跳出来。讲我无老婆，我人伫遮啊，你讲啥？伊讲我啥物倒一个城市叫人建业，我就马上放消息。无比如讲伊个大臣奥德萨一开始就讲叫人建业，结果嘛无叫人建业，就是因第一时间就是用真个消息去反制。我感觉这可能会是较积极嘛，较有效的做法啦。转来咱亲戚朋友的这个层面来讲，冤家无效啦，所以利用尽量大尽的讯息互看，而且也讲袂听就甲摘要，你甲直接甲重点拢画出来，互伊看就好啊，互大家看上无莫互其他人去互伊影响。我感觉这可能是咱较做会着的代志。拄则咧讲迄个要安怎反洗脑啦吼，其实迄个咱压草即个网络媒体啊，就是一个真好诶，会当去甲一寡正确诶消息，也是讲反制。因为我看压草诶即个面册，有啥嘛定做一寡迄图卡，其实拢是真简单、真快速，会当甲一寡信息传达出来。所以类似即种就是讲，你要互伊正面诶、正确诶消息一寡慢慢放，安尼有时啊，伊就是找一寡。较正面、较正确的资讯，就是直接倒卡，就是直接打起哩。这无需要用弯的啦吼，就是直接用正确的消息发出去。久来有可能你认为上届无法度改变的迄个人，凡世无法度改变，但是伊身躯边迄群组其他的人，凡世会受到慢慢影响。所以这拢爱请大家加减吼，较注意一寡即个正确资讯，而且有公信力的咱来加制作一寡即种传播管道出去安尼好，佫有其他的问题也是分享无？好来。我简单讲者，时间嘛到啊。拄仔讲洪洗脑这我是较乐观。姜还未拍来已经有60成的人拢准备要出来。这边乌克兰的战争，互我一个真大的感受。因为咱即摆是你无战争和平，一支喙咧乌白单的社会嘛吼。所以洪洗脑的人伊嘛会讲伊的话啊。当然，咱认为正确的嘛会讲咱正确的话嘛。洪洗脑的讲洗脑的话。乌克兰这边战争，互我真大的感受是讲，人落战车军队已经拍到你门口，你敢会讲我洪洗脑迄个头壳讲迄安怎？你袂阁讲，拍到门口来你就切牙出来甲伊拼。德国斗菜刀战争嘛是爱甲伊拼。其实是已经现实的问题嘛，已经拍到门口，你无你要安怎？你敢阁甘愿洪洗脑讲无敢若无代志所以我是乐观的啦安尼。
好，还有其他要分享的一个问题来。老师你好，我想要甲你问一个问题，就是国民行动者案出来了后，国防部敢有甲你联络？我搞阮买16本啦，我嘛作老伊要记者会证件，来甲阮买几本啦吼，啊后来就无啥联络啦，无啥联络。阮即摆情形啥，就是讲，对啦，因可能嘛有兴趣了解嘛，可能为足侪所在有听到阮咧做诶代志。那阮即摆是较毋茫讲，若真正有机会，其实阮嘛无啥物目的，阮嘛目的规一个目的就是讲，咱要安怎做伙，上无阮做会到诶，就是阮会晓做手册，咱要安怎做伙甲咱国家即摆伫做诶手册，可能做较搁较好，大家搁较读会落，啊搁较会当接受，啊对阮来讲嘛是，阮感觉就是功德一件，啊嘛是会当为国防有淡薄仔贡献。啊，所以嘛是足希望，因除了16本以外，咱搁较常来找阮，然后大家看下咱讨论者，对啊。国防部讲袂使用抄的哦，袂使抄的哦，袂使抄一个哦。哦，对，因咱卖抄啦，卖抄无好，卖讲抄啦。啊，来讲，对，谢谢。还有无？其他要问还是要分享的？把握机会哦，有无？在座大部分拢少年辈啦吼，嘿，恁敢有共过像安尼工作出即本册了？阮差不多7月中的时阵办过一届，当初是找另外一个组织叫做法律白话文，还有菜市场政治学，对，啊，大家就是大家反应嘛是足热烈啦，就是会当看出来就是讲，其实有足侪人是伫关心遮个代志，台湾有愈来愈侪，这是一个好的现象。应该若会当啦吼，佮结合无共款的团体伫无共关系，看会当佮加办几场无？看卖，佮找无共团体合作。阮即摆其实嘛，甲足侪团体有咧合作，比如讲头拄仔讲到迄个乌形学院，因即摆开个营队个课程，阮拢会，有当时拢会固定邀请阮去做讲师，啊，包括迄个壮阔台湾个活动是，因有甲阮买一大批手册，送互因来参与因活动个人。啊，阮甲台湾民团协会嘛是有相关的讲座的课程，啊嘛是希望讲未来有搁加一寡，比如讲阮可能嘛是会想讲办一寡有小的演习的活动啦比如讲甲兵团协会，还是讲甲一寡单位合作，咱到有诶邻里啦，到有诶社区看会当办为社区做起做小型的活动，大家来共同来演习，像讲。啊，今日拄到啥物情景啊，大家会当安怎应对？阮未来嘛会为这个方向继续做。啊，搁重要就是即摆国防部讲要做第2版的手册，阮家己嘛有计划啦阮嘛要做第2版的。啊，可能无要紧啦，因为歹势阮厝也毋好做，不过就是继续拍拼啦，就是讲看会当搁写搁较对大家来讲搁较实用的手册。比如讲，嘛会当做，若有搁较侪资源，嘛会当做儿童版的，毋是袂使啦，就是希望搁较侪人是因为即本内底做侪图啦我想是，就是讲文字一部分，图足侪，所以其实若大家有感觉讲你的亲戚朋友啦对即方面较无理解，其实即本会当应该是算诚好读的，就是讲帮助因较短期的时间较紧来。至少小可有一个概念是安尼啦，所以我感觉即本是一个诚好的一个示范第一步啦啊，当然第2版也是讲囡仔版这嘛是过来应该是真重要的工课啦抑阁有其他要问的无？有啦，来。
我阁问一个问题，是讲像讲台语，还是讲其他本土的语言，伫即个全民国防内底会当有啥物角色？台语即个代志就讲，其实台语啦吼，语言本来就是一个会当足清楚分别咱无共族群，就是无共国家的一件代志。比如讲乌克兰因伫差不多成为一个国家以后，因最重视的一件代志，就是去推动因家己的乌克兰文。你嘛是因到即摆会当甲罗西亚的联动之间，因为因本来有一寡联动是结做伙，是合作伙，不过因是安怎后来愈来愈分愈来愈清楚。第一可能就是语言的关系，第二就是因为政治的制度无相像。其实这就是台湾即摆咧发生的代志。所以咱要安怎会当甲台语文这件代志做啊搁较多，其实对国防来讲嘛是真重要。虽然有的人会讲，中国人嘛会找一寡会晓讲台语的人来渗透你的社区也好啦，也是加做你家己的军队，这是有可能的代志。毋过咱大部分的人会晓讲台语的时阵，咱会当足紧的就去分辨出第一，伊讲的有标准无，还是讲伊有真正了解无？你若真正拄着足厉害，我嘛无法度。就是你真正做老公嘛无法度。咱讲上袂当做一个清楚的分别。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台语文上重要的，伊当作为一款认同、社会认同一个最重要的象征啦吼。咱讲一个甲大家合作伙一个上重要的象征一个符号。所以台语文有伊最重要的所在是伫遮，所以甲国防你讲无关系嘛？我感觉是有关系。虽然中国的厦门大学吼，拢真迄个超工要研究台语甲台湾这边一寡团体交流啦吼，过去啦吼。毋过我相信伊就算讲要派所有会晓中国福建话，也是中国闽南地方的一寡方言的人来，嘛无可能派偌济，我感觉啦，伊就是可能一寡象征性，也是讲重点性的伊会处理。所以其实语言真正嘛是咱的一个无形的武器啦，只是大部分的台湾人。目前可能无注到着即点，我想伫咧未来的即个乌型学院，也是其他咱相关的即个公民行动的即个训练，也是讲演习培训的过程，其实即个重点应该爱放落，就是语言即个部分，要安怎对语言文化认同到全面的心理的武装，搁较健全，我想这真正有关键的即个必要啦，好，准讲，敢抑阁有其他人要问？假使若无，无咱就是先做伙翕相一下啦，嘛是。